當團體賬戶申請完成批核後，用戶可以團體賬號登入 SmartPlay， 喺 SmartPlay 主頁揀團體，輸入用戶賬號同密碼，登入後撳我的賬戶，撳我的個人檔案，揀賬戶資料，撳編輯個掣就可以自行修改團體資料。如果修改嘅內容係屬於必要嘅資料，例如學校編號或證書到期日、團體代表資料等，就需要再重新審批。撳安全就可以自行更改密碼，輸入當前密碼，輸入新密碼，重新輸入新密碼，撳重置，成功更改密碼。如果團體用戶忘記密碼，可以喺登入頁面揀重設密碼，輸入用戶賬號，撳下一頁，系統會發送驗證碼到團體註冊時所登記嘅電郵地址，輸入驗證碼，輸入新密碼，重新輸入新密碼，撳重置，成功重設密碼。每個受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資助嘅體育總會賬戶將設有3個子賬戶。如果團體用戶想開啟子賬戶，登入賬戶後，撳我的賬戶，撳我的個人檔案，撳子賬戶，撳編輯，可以編輯子賬戶嘅資料。輸入子賬戶所需嘅用戶資料，撳確認儲存資料。可以撳啟用下方嘅掣，揀開啟子賬戶，揀設置密碼，以設置子賬戶密碼。撳確認，系統會發送驗證碼到團體註冊時所登記嘅電郵地址。輸入驗證碼，然後撳驗證，子賬戶密碼便會發送到子賬戶所登記嘅電郵地址。